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唱歌，天天又开心。今日要甲恁讲的就是讲唱歌。哦，大家拢会唱嘛？恁大家拢会晓唱。伊嘛是歌星啊。对啊。你有出过？其实我合集有2张，专辑有3张。哇，不得了咧！春天的花，你一大堆无？你唱那遐歹听，人家唱最好听的咧。春天的花，你归山间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摕歌仔证出来呢。哦哟，我甲黄一平灌2地呢，甲黄宇搁灌1地呢。哎呦，你拢讲合集的啊？对，我插花啊。啊你咧？哦，我嘛是甲3、4个查甫合唱，这不4、5地哦。哦，介幸福。安尼哦，介幸福，幸福。哥哥你咧？我出4地啊。啊，你有出4地哦？我头1地是伫这个民国52年嘛。啊，我这3岁了呢。我7岁。我未出世。哎呦，真的咧。迄张专辑出的是迄个呢，黄梅调。黄梅调。台语的。这唱看刘三撇个祝英台，天公来安排。好听。水啦。你已经拢过时啊，人阮尾啊出来黄梅调才有新。啊，对对。流行啊，阮小弟，阮小妹，喊海里。什么歌？小动啊，咱那是来欣赏着咱的趣味的地桥。来吃。哦，啊台家就用到牛刀，啊迄插仔迄小巧，但是啊，就你督察清清出嘛。啊，这咱办案哪有咧分大甲细啦？哦。啊，尤其这地方安宁的代志吼，拢嘛爱办。哦，安尼哦。对，安尼讲真有道理啦。对。啊，若无啥物代志，我起来休困。别，莫急，我讲吼，我只係讲吼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啊，啥物代志吼？啊，就对面迄个天天民宿迄头家钱啊无，伊就讲吼啊，想要甲你交陪做朋友啦，吼啊看倒一天中昼啊办一桌啊澎湃请。啊，对，安尼吼。啊，毋过我最近案足多呢，若要挑一个时间互伊请，恐惊有较困难。啊，莫安尼啦，搁才参详者啦。迄钱啊吼，真正是安尼足诚意的啦，是诚意啦，吼，拜托啦。请一个啦，拨一个时间啦。对啦，拨一个时间啦，哎呀。看恁遮地安尼遮尔啊天意吼。好啦，我答应。啊，毋过吼有一个条件。哦，你这个人嘛真古摸咧，啊，要红请就搁开条件哦。明仔载中昼吼，我来互因请。啊，恁2个才甲我做伙来。哦，这我代替我来这甲你答应。哎呦，打啦！哎呦，啊，今仔真歹势呢吼。啊，好钱啊你安尼，办到遮青草就互你破费，歹势。当时你安尼足客气，啊，粗菜薄酒啊，不成敬意啦。来，我搁敬你哦。来，当时你就尽量啉就是啊。对，我来啉酒找我就对啊。我酒高英雄，外号做啉袂醉啊！若要互我酒醉，对方爱吐几下摆。哎，真正啉酒找我就对啊啦。啊，来。啊，若我公务人员啦，啊，我就喊你咧应酬吼。啊，这烧酒我嘛含慢啉啦。啊，恁较好啉的，恁啉较济咧。吼，无喏，什么我啉较济？当时你爱讲笑，我听讲办这道吼，就是要来甲你交陪啊。你爱加啉2杯来。对啦，你主讲对啦，我陪着啦，哈，来。谢谢哦。啊，人你讲吼，这生意食水甜啦。对啦。其实吼，安尼就够啊。安尼就够。来，不咯。哎，董事，迄哦，钱啊，今仔日专工传到这度遮澎湃哦，迄钱啊，你是有目的的呢。啊？哎呦，有目的哦。啊是啥物代志？无啦嘛，无什么代志啦。是安尼啦吼，啊，就是安尼啦，啊，就顶几工无？
啊，你甲阮阿姑弄着啊，啊，阮阿姑是毋是足无礼貌的？啊，就骂你讲是啥物无路用的人啦，流浪汉啦，不输鬼啦。啊，伊就家己感觉讲吼，对你较歹势，啊，毋则想讲今日传这道，啊，招这你姐啊，佫做陪宾啦，是家己会失礼啦。真是嘞，真是嘞。哦，那这件代志哦，那这你免烦恼啦，嘿，这我袂囥喺心肝头啦。是啊，哦，赞那督察了，人咧讲吼。相骂无好话啦，啊相拍拢袂赞啦啦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吼，啊莫见怪啦吼，来，我为你听酒啦，来，来，我听，我陪着，我陪着，讲安尼讲话无礼貌，应该嘛无什么罪啦。讲话无礼貌吼，实在是阮也无啥物罪。啊对啦，啊不过吼，钱啊你真正犯一条罪。我督察，你莫讲清楚，我到底犯什么罪？安尼吼，咱请教者。这间天天民宿是毋是登记伫恁大姊的名？嘿啊，这间是登记伫阮老母的名。哦，安尼我请问你，恁老母过身偌久啊？阮大姊是过去差不多4、5年啊。哦，啊若这是事实的话吼，安尼你就犯了侵占罪。小姐，中哦，督察，你讲好清楚咧，是安怎钱也会去犯着侵占罪？哦，这是安尼啦吼。糖糖，你讲恁妈妈过身4、5年啊嘛？系啊。糖糖，你今年几岁？我20几岁啊。啊，糖糖，你讲你已经20岁啊？哦，安尼就是成年啦。啊，恁妈妈已经过身4、5年啊嘛？啊，你做阿舅的，这当阵就爱甲这个继承变经过互糖糖。啊，你即马无，啊，所以你就是侵占罪。哎呦，这严重哦！哎呦，督察啦，这拜托你啦，啊，我是安怎才有法度啊洗清这个罪名？若无人过问吼，啊，就无代志。啊，若有人要调查，哦，这代志就大条。啊，督察你讲咧，我用要食袂落了。督察你较内行哦，拜托，无你甲阮想一下办法咧吼，斗相共者。拜托你啦，帮我阿姑想一下好办法啦，拜托。这上好的办法吼，就是赶紧伫短期间内，甲这个继承哦变经互糖糖。哦，安尼，督察，打啦，安尼就清楚啦。会长啊，啊钱仔内底办卡体操是咧请啥？哟，爱什么人啊？这我敢若毋捌看过呢。我来赶紧过去甲你啉者吼。都会长甲李警员啦，来，入班恁2杯酒。毋免啦，我阁有公务在身，阁有代志要调查啦。哦，有公司哟，安尼我就无甲你勉强啦吼。阿贵啊，你内底请的迄位贵宾是啥人哈？我哪捌看过哈？哦，你讲穿西装迄个哦？哈。哦，迄讲外县市哦，派来遮调查代志的督察啦。哈？嘿，督察？哎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小姐，你今晚要讲会长啊，你警员，拄则要请恁入去，请遐啉2杯，恁也无爱入去啦。安尼咱也好意思啦，人是督察，我只是个警员尔，安尼毋好啦。哦。李警员，啊，你就是遮尔忠厚，遮尔老实啦，遮尔高的。迄是讲李警员讲的嘛是对啊，伊是警员呢，啊人迄是督察呢，2个差啊济对。歹势啦。滚啊！喂。啊，你安尼讲话安尼，遐尼无礼貌，啊无大无细，爱改，唔安。无要紧啦。对啦，阿君，那安尼你敢知督察正住伫啥物所在？哦，即摆住伫阮民宿内底啊。是讲，你敢有请伊哦登记一个住址的？有咯，你安怎交代，我就安怎做啊。阿君，那你敢若麻烦你甲住宿登记簿摕来看下。好，我伫遮。好，你看觅。多谢。是讲即摆啥物情形哪会迄落？警员咧调查督察的代志。毋是调查啦，有警官来咱这个所在，我应该负责任，甲关心一下啦。哦，关心哦。对，应该。嘿啦，过啦，你也看啦，咱的李警员哦，就是遮尔有责任的警员啦。
赞，配合。来，这行李，好哎还有代志要办，我先来走。啊无我含李警员来出外口巡看看。好，遐紧就要走。哎呀，我搁坐哦。好，啊无顺行吼，后面就较食来咧啦。我保险助理好，稳定啊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李警员吼，做人真正真认真拍拼。这样爱心。我来，你来，哎呦，谢谢。那伊算到几月好啦？你讲了。你讲，哎呦，好钱拍到这个，你讲，你看你啉乜济啊？你啉乜济啊？你水有痛嘅怪无？你理解啊？哈，啊，你哪会起向想要运动啊？你无出来运动袂用嘞。最近感觉咱身材一直夯哩起来，若搁唔出运动你还没身材都走正去。讲毛影吼，咱这做女孩子的吼，上惊这身材走精。啊，不过我看你的身材袂歹呢，你看无像我，骹腿啦、骨头足粗。无影啦，糖，你伫咧咱庄仔安尼看吼，小姐对你身材上水。哎呦，你莫甲我安慰啊！若像你讲的，我的身材水，啊，哪拢无查甫注意我？这就爱靠缘分啦，姻缘若共吼，自然都有查甫会来追求啦，应该是你姻缘还袂共。嘿啦，啊，但是吼，我的年龄嘛袂少呢。啊，若讲吼，要等到这个姻缘到，吼，这骨头就会使咚拍过。糖，你敢真正吼，遮尔啊着急要找对象？啊，若安尼吼，你感觉吼，阮群啥款？哈？你讲啥？群啊，阿群哥哥，再研究。这样。哦，哇，啊想袂到恁两个小姐是在运动哦。高早呢。哎，搞早。你吼一定爱运动啦，运动吼身体才会勇，而且吼身材嘛才袂变轻。对。啊，你这早要上班哦？哈对啊，最近吼案件较侪啦，所以爱较早起来。多仔，你真正是一个真好的警官呢。对着这百姓安慰拢安尼遮尔啊关心着。哪有啦？这我的职务应当的啦。咱吼有遮尔好的警官，迄百姓吼有福气啊啦，蛮安心。对啦，糖，你回去吼，替我甲恁阿舅说多谢。好，伊昨昏安尼甲我安尼招待甲。好啦。搁有啦，迄个侵占罪迄个代志吼，我已经安排好啊，袂人来找麻烦啊。叫伊放心。谢谢你，感谢。小可代志。好，运动了差不多安尼，来转啊。多仔，歹势啦，阮先回家吼，你无用做你。好，再见。顺行哦。哇，这糖的身材，有那袂歹呢。小姐，你看清楚，是毋是伊？是足亲像的啦，毋过伊穿西装，我毋敢确定啦。要紧，你讲做亲像的对无？是啊，足亲像的啊，连声音嘛足亲像的。无情有义是11个，无情无义是酒干那说。感恩你。迄个，这歌是真有情啦，可惜都无知你说。你骗我，我伫泡茶芳味呢。唔去芳味啦。我呢伫后下吼，敢若有迄鸟工伫咧思春，甲你叫春，你等待鸟某就真斗。若根据我所知，咱这附近小狗工足济啦，可惜都无鸟某。哎呦，你莫安尼搭喙膏好无？阿姑，人个透早理者吼，不要去运动哦。运动，我嘛小拜托啊！伊这毋是去运动，伊这吼咧一定穿啊水水啊安尼吼，比早出去走风引蝶，这号咧啥？去合老骹啦。你今日遮悬，我著看啊无爱合老骹，我著今日要爱个大肚啊咧，安怎呢？摇哦。你随在你介意啊，我不敢咬你，我没有牙齿，好不好？好啊啦，你是好男呢，好男是不跟女斗，让他。对，我是好男人。
不要跟你斗，让你。人运才过咧，好啦，莫讲遐五四三啦。我安尼专工约入来吼，是要来邀请你。我较等下倒转来要拜拜，所以你下昏的来阮兜食一下便菜饭啦。一定足感谢的，我一定去的，多谢。要请你，佫用倒摆我食。没事没事。你来，谢谢。当当啊，下暗佫有好料当啊出啦。对啦，阿舅，我透早吼，昨暝你坐去运动的时阵，我有拄到迄个督察咯。哦。伊讲吼要甲你讲谢谢，感谢你，你昨吼爱办只青草请伊。无啥歹啦。啊，对，伊佫有讲到迄你什物亲戚的代志，伊甲因同事交代好啊，伊讲 OK 没问题。哇，若讲到这个督察，即摆做人真係有够好的啦。糖糖，你对这个督察看法安怎？看法？嘿啊。一个人啊。当然嘛是一个人啊，无干嘛一个国诶。我是说你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啦？看法哦。对啦。他是好警察啦，但是无啥物特别的印象嘛。我听你讲，伊还未结婚呢。好阿姑，你哪大概拢要安尼哈？乱点鸳鸯谱。哦。好啦，等下你对有感觉吼，再讲啦。你讲你竟然到会长要来拜访督察？对啊。咱伊迄算吼，管区来遮，甲迄个督察拍一个招呼，这是正当的嘛，对无？迄会长可能是要请督察食饭啦。奇怪哦。是谁甲因讲督察住在咱兜？都我啊！奇怪，人伊就交代咱讲袂去甲别人讲，你谁来甲人讲人住在遮啦？有啦，交代我就袂记哩，一直转大错啦，讲遮咧讲到尾因讲共公司的啊，我毋知是讲伊爱啥物代志，我拢坦白甲讲啊。共公司的？这共公司的敢真正都无问题嘛？是啊，莫来搞操烦啦，无代志啦。恁两个咧开讲。你讲你的代志啊？讲我的代志。有。啊是啊。都迄个管区的吼，甲会长讲要甲你拜访者。咱这个管区要拜访。有。嘿啦，我想哦，应该是要招待你啦。要招待我？对啦，等。管区的，请你这督察食饭，迄个正常的代志，咱是咧烦恼啥啦？无啦，这吼我另工才去来拜访啦。你讲安尼都唔对啦，对无？因咧赶紧吼，请你，这是应讲的。你去拜访伊，这就无正常咯。对啦，你较大哩哦。无啦，这另工才讲啦。我佫有代志，我先起来吼。无啦，另工讲。迄个督。姊啊，你有感觉无？我一个讲吼，迄管区的，要去拜访迄个督察。迄督察虽然脚生糖啊，坐袂牢，因为你看，不一怪怪有无？拢你啦，咱都交代讲卖用栽你遐搞话。我道理知，我这支喙都甲袂比歹啊。咱过昼啊，饭菜准备好未啦？青啊！我才拜好，拄收好尔，即摆嘛才2点外，你是要来食几点的啦？阿姑，我都甲你讲安尼伤早怪啊吼，你着要较早怪。我想讲哦，较早食饱，较省洗碗池啦。你那是摇把叉呢？好啦，叫人来啊！我头给人传出来，通互恁食。姊啊，着我斗相共无？没。督察！哎呦，你等咧行李挂咧，走到遐用是要啥啊？无啦。分局吼，恁是有代志，打电话来叫我紧转去。督察，今仔因民宿吼大拜拜，我换青草，食饱才走。对。强强，我无时间吼，歹势。我先来，无啦，来，准备哦。你要走对？吴小姐，麻烦你过来认路清楚。无唔对啦，就是伊。我真正看甲乌煞煞，这尾什么情形？哪有迄个警察咧抓督察的啦？伊毋是督察，伊是假警察。而且，伊就是迄个思想犯。思想犯。呀，伊咧用装卡是涂水师。嘿啊，涂水师有就做好好，哪会要来咱遮吼假做督察啦？实在想拢无咧。是讲会长啊，你有甲想看到底什么原因伊会去假督察无啊？是有听讲吼，伊伫因庄卡吼，想要捉查囡仔拢捉袂着啦。
细汉哦，阁有一个愿望呢，想要做警察。这个愿望哦，煞无法度来实现啦。毋则哦，世界伫遐咧飞飞闪做，而且哦，还阁对真侪灾那乌白来哦。哎呦，会长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毋是干那伫咧咱这个庄仔头拿，伊别位所在嘛拢对查某囡仔咧乌白来哦。系啊，迄警方哦，迄边啊资料哦，拢有记录呢。哎呦，所以人家讲哦，一样米饲百样人啦。迄有一百好功夫做土水师毋做。啊去装作假督察，啊一世纪咧骗查某囡仔，看有人会介意无？哈哈，这是心理变态。真正合作吼，想太多。这毋是叫做想太多，这应该安怎讲啊？空思妄想，想要爬上天。有道理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咱今日的俗语就是讲：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哦，什么意思咧？这厝边哦，平厝较重要。哦，你若去，毋是啊，你若厝边景就好，厝边好，迄住落偌好，啊，若歹厝边哦，真正活要吵死。有影讲着吵，迄即嘛毋是拢有车库，有遥控器嘛，啊，话出去拢无爱炸啦吼，啊，你来到遥控器门口口的时阵，就一直哔哔哔啊，警卫才去开啊，有够吵的，早个拢袂困，半暝啊一两点。你住伫车库迄边哦，敢若车呼呼叫哦，哔哔叫，你就免困啊。对。好了，刚才我住18楼，所以无这个困扰。 18楼你危险，是安怎危险？我就住走无咯。嘿啊，迄落水龙车水冲袂到。啊有云梯啊。到17楼了呢。你来看。哇，哎呀，安尼歹咧。我看啊降2楼，我16楼倒啊。但我1楼、我2楼都定咧吵，半暝都在当钢琴啦，都看狗啊、饲狗都咳咳叫，搬所在搬倒啊吼，真正哦，歹处比咧真头壳疼。好了，刚才阮家2个人住咧。哦，所以静，拢袂吵。安尼我是歹厝边呢。你哦，我把人投诉讲，小姐你声音太大声了。你挨了伤大声啦。是啦，唱歌啦。我就是讲你挨了。伊早歌唱比赛上好，那个日练咪啊练，你知道？跟个小姐，哎呀，人讲小姐，今天是礼拜天呢。啊，尾仔你有改过就对。人家社区有规定啦，礼拜袂使唱歌啦。哦，咻，一个30分钟又过到咯，又过要跟恁讲再会咯。是啊，今日咱的小剧特别奉劝咱大家吼，厝边隔壁一定要互相，做一个人欢迎的好厝边。是你无愿意，也是不得已，才会无缘来分开。四个秋天，风吹心寒冷，思念像雨落呀落，落袂停。无过中秋，搁再阮斗相情。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秋月残。